曼谷呢棟審計大樓因為緬甸嘅地震而瞬間冧咗，唔少泰國人都俾當時嘅場面嚇親。當時估計最少有100人喺入邊工作緊。冧樓之後，唔少家屬都喺現場等候，包括佢。點解呢個泰國男人特別受媒體關注？佢嘅事感動咗無數嘅網民，但係最後點會因為一個人嘅說話而令成件事大反轉呢？大家好，我係瘋子，歡迎大家收睇風花雪。今日同大家講下關於曼谷冧樓嘅奇聞。話說呢棟曼谷審計處冧咗之後，啲救援人員日夜趕工，希望救返被困嘅人。而喺啲人救援嘅過程當中，有媒體發現呢個泰國大叔喺現場喊得好痛苦。一問之下，原來佢24歲懷孕嘅妻子被瓦礫活埋咗。佢話佢太太當時喺4樓工作，喺地震嘅時候同佢發咗個訊息：老公，棟大廈喺度搖啊！然後就失去咗聯絡。呢個泰國男人表示朝思暮想，都想見返個老婆。佢亦因為咁而食唔安，坐唔落，連覺都瞓唔到，講嘢都冇晒力氣咁。佢揸住佢太太嘅員工證喺現場守候，希望有奇蹟嘅出現。而佢嘅新聞一出，立刻感動無數嘅泰國人，好多人都紛紛捐錢俾佢。不過過咗3日之後，警方有驚人嘅發現。警察揾到喺大樓工作人員嘅名單，一對之下，發現完全揾唔到呢個泰國男子口中所提妻子嘅名。而更加令人想唔到嘅係，呢個泰國男子嘅女睇完新聞之後主動聯絡警方，因為佢真係睇唔過眼。佢話佢阿爸同佢阿媽早就離咗婚，佢哋已經多年冇見，亦都冇聯絡。而且佢同警方講，佢呢個阿爸成日講大話嘅。呢個泰國男人見自己嘅大話被揭穿，於是將收到嘅善款全部退還俾警方，跟住就想着草走佬。不過天網恢恢，最終都被警察拉返。後來泰國警方見佢將呃返嚟嘅錢已經全數歸還，所以決定最後都唔起訴佢。面對呢啲天災人禍，正常嘅人都係諗下點樣幫人，但係呢個泰國渣男面對呢種冧咗嘅樓，竟然諗到點樣呃人，真係唔要得。所以奉勸大家，想捐錢去幫人之前，真係要停一停，諗一諗，fact check 一下自己捐嘅錢真係幫到人先至好做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呢條片，俾個 like 我或者訂閱我個頻道，下次出新片就會再通知你。拜拜。